喺上一集同大家分享到，契訶夫堅持《櫻桃園》係一個喜劇。喺創作完呢個戲之後，半年之內，契訶夫就離世啦。佢喺病痛之中完成呢個劇本嘅。喺書信裏邊，佢曾經同佢太太提過呢個劇作4次。佢係咁樣講㗎：這將是一出笑劇，非常可笑，至少構思是這樣的。那將是4幕輕喜劇。雖然心情不好，但將寫一部喜劇。最後一幕將會很愉快，並且整部戲都是輕鬆愉快的。拿寶娃係慘嘅，但係佢冇徹底嘅失望。雖然櫻桃園出售，但係佢抹乾眼淚之後，佢繼續佢自己嘅旅程。喺某程度上，佢都係積極嘅。我哋講返契訶夫筆下嘅人物啦。契訶夫筆下嘅人物都因為佢哋嘅自身行為動機同埋環境之間嘅矛盾而帶出咗喜劇感，所以好多場面咧都係滑稽同埋幽默嘅。契訶夫透過咗櫻桃園，要我哋微笑咁樣去面對苦難，以飽嘗苦痛嘅心去面對苦難同埋超越苦難，以喜劇嘅精神去觀照我哋自身嘅生活，即使我哋嘅生活係幾咁無奈同埋荒誕。